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福氣來呢個節目。今日咧要大家咧紹介來自花蓮鳳林嘅呢個藝術家，咁講佢唔係藝術家，佢做了非常多嘅藝術品，非常嘅有意思。嗬，大家咧分享呢個來賓，佢寫呢個劉德紹先生，分享先生。各位大家好，我係劉德紹，當歡迎來到呢台北老大家見面。耶，分享先生嗬，先生帶到花蓮嘅鳳林，從冇嗬，因為錄節目之前有問過先生，先生帶花蓮帶幾久咧？先生講我出世是杜改片，所以帶到呢下66年咧，係冇？係咪？我爸爸96歲，佢我爸爸嘛到鳳林出生嘅。哇，所以爸爸96歲，然後你到鳳林出世，然後帶到呢下從冇？你講頭擺爸爸係。媽媽係做東人，就係爸爸係做東人。我嘅阿婆係做東人。阿婆係做東人。好，你看到其實呢個先生嗬，佢學了強講到東好，西安強也講到清好，做麼？因為你哋嗰邊，你住在鳳林嘅世界一片，又都一群人講會，有一群人講西人，係冇？係。鳳林呢是客家人當多。係。哦，差唔多佔56%。哦。要講西人嘅。就講會了嘅，大部分呢就是桃竹苗那邊過來嘅較多。古說先生，所以講係雙聲帶啊，用種準備講啊用嘅。差唔多做對啦。再來問一個跟先生這個作品太有關係嘅問題，老師，你做這樣的一個藝術創作幾多年呢？我做了這樣的東西，太約的是我28歲，差不多嗰兩時開始是上去做，差不多26歲嘅時候接觸到泥土跟泥，用泥嚟做副業，呢樣嘅技術，但是呢嗰兩時台灣呢，是民國68年嘅嗰時候，做副業嘅技術嗬，全部都工廠。冇教識嚟教你，學教嘛冇教，唔係留啲下供養。所以嗰時係特別係利用暑假啊，嗰時係啲小學嘅先生，國小老師，我是來到暑假來到台北簽一隻呢行業咧嘅藝術家哦，很多邱凡通先生啊，他是師大英語系教授，但是他做陶瓷，我去到佢簽佢人係教我嘅。該兩時幾多歲？22歲時節係冇？26歲。26歲時節，因為有興趣，傾向去做，然後你就去介去到台北請邱先生教你做係冇？哇！所以做到你下一做就會40年嘞，對不對？差唔多，差不多哈。40年左右。高場底度係唔係還有去？我們說去到日本去學習有冇？我學會嘅哈，跟老師嗰邊。做睇一隻暑假做下就做嚟嘅，做嚟花蓮市這家都個屋卡都個咩，然後爸爸嘛，然後聽咩那樣。種種啊，是6年級，我是來台北讀書嘅，師大哦，讀嗰時嘛做動作陶瓷，畢業以後我是去加2年，我是去日本嗰時我是做陶瓷。所以我轉來嗰時差唔多嘛，一參嚟做陶瓷，6年級普遍我是像。個玻璃嘛，有意思哈。嗰兩時呢，新竹有那個竹塹玻璃展，我是看過以後，我是轉來。嗰兩時也是很久以前吧，1995、96。1995、96，因為啲新竹玻璃就係佢哋，就是他們那時候新竹產玻璃，對，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嗰兩時你就開始又接觸玻璃工藝，係嘛？嗰兩時就會做玻璃，所以嘛做到差唔多20年，20年，差不多做玻璃做20年，是，所以最後，其實對你來講，就會陶瓷同玻璃，你等於是一直在，這個創作是沒有停止的，對不對？做到現在，做到一下，當然啦，陸陸續續啊，按長嘅時間哦，陶瓷嘛做啦，玻璃嘛做，其他嘛就做啦，但是留下來嘅東西嚟講，真正咧很認真去做，就是陶瓷同玻璃呢。玻璃呢，嘛意外去擦出來去做手個竹炭，其實因為是，因為要做手灰嘅，手玻璃，個窯嘅哈，窯有嘛哈，他們呢自家做嘅，所以對窯的那個製造這樣嘅東西呢，是做啲東西也是
动作东西做。老师在正式少改应该作品之前啊，先问你一张问题吼。好啊。老师，你走了走长度为40年嘞，那从26岁，你是6岁，你是7，你是8去的推背去找老师，这是都是热情。对我来讲，那真的是一个热情，尤其是在台湾那个时代，你看我们从农业到工业经济起飞的时代，大家就会穿钱啊、做生意啊，有没有？可是老师坚持陶艺亚天事情，老师你是不是真的很热情、很迷恋？很喜欢，很着迷。感意这一讲，这件事情对你来讲，都带给加持黑马改，你的这样的一坚持，对你来讲非常不容易。因为讲咧吼，你想要做一件事情，其实吼，心中就有个打算吼。但是唔是骗人吼，迄个爱自家来看吼，还是想要做一样的事情，还是会落心吼，拼下落去。拼落去就是嘛说，讲过意思讲，我全心全力想要去来去做啦。这样的想法听啊。这么简单，按单纯跟想法，就是全心全意投入，就投入到现在，没有改变过。老师这样问好了，你先从宽度按斗给东西。老师，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快乐，对不对？很快乐，真正很快乐。嘛是一种挑战啊。因为讲呢。我想要做一样的东西，还是想要做。以前就在市场上讲，是讲你做那样的东西呢，你要慢慢的你要做你头前看不到的东西。这地方，当然讲了哈，就是讲，是讲你要走在比较前面，因为它都好前面走，把眼光放得更远，做。你知道？做得香港，我想到嘅东西，从你这个嘛看唔到的东西，大概是一样的意思。这是一张日本先生来讲的啦，其实这样讲，就是讲你做你还看唔到的东西，这个是给我很大的激励啊。是讲，你还每做一件事情，讲就系讲做一人嘛，懂愉快嘛，懂神奇嘛，这个高没抢一样。但是呢，对这个来讲。里面存在着一种挑战，就是说自己想要去挑战一个什么东西，总是有这样的意识在里面。了解，所以我们线上的问题是因为线上一走是走40年，到底都冇改变吼。其实咧地图又动改热情走飞走步，你俩都按用改技术的嗰种我爱起都也是很着迷，然后想要突破，想要挑战吼。所以其实这中间很多动冇用改作品也是老师一步一步的此我改挑战。所以天天水咧少改一下线上改作品吼，都改前面大家做咧看到是这个碗。你讲青瓷茶碗对不对？好，我老师我可以拿对不对？可以触摸哈，这个让我有点担心的。所以这个是青瓷茶碗，像今朋友走在看到，放在我手中的两张茶碗，其实它颜色非常的漂亮。这个颜色很特别，它有一点点，有一些绿绿的，然后就是它是一个。你知道前几年很流行所谓的莫兰迪颜色，而且我给对我来讲有一些莫兰迪的这个颜色的感觉，动舒服，然后又很自然。老师，你要不要好好帮我们介绍一下青瓷茶碗？这个对你来说也算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我用小解啦哈。分做两部分来讲，第一分青瓷，第一部分是茶碗哦。一看起来是有盖的碗哈，我那茶碗嘛唔错，有盖子的碗，有盖的碗，然后样的碗呢，本上是上我本睇一家讲人来用嘅时候，朋友来嘅时候，总得有买个茶啦，或者点心啦，那个吼，来试用嘅东西，因为你做会员人哦，无法接受用塑胶。用纸用瓦拉斯，一样的容器来装东西，这个魔法图的时候，这是魔法图啦。OK， 那讲说，你这卡不卡是，所以不可能有一样的事，一定要用这个。所以下次如果你有机会邀请老师移动，你要不卡走念，他说千万不要把非这种容器拿出来。还是讲这个本人想用，所以我还是按讲，还是按想讲，你做一只那样一张样的茶碗，因为我最近这个我个小会议你啊茶面他们扮演我小动作，
冬天差不多1个礼拜再烧，可以烧一样的烧吼。所以我烧烧啊，到下班嘅時候，我就尋到講用嚟木卡嘅順條嘅300下杯嘅奶。留喺呢個小嘅潮嘅熱嘅潮嘅水吼，做一定嘅比例吼，來調起來就燒出一樣嘅色。大家該唔該講食東西改時節煮盤嘅時候要用這個當季的食材，該貴嘅食材。所以線上來講，要聊咗茶碗哦，它也是就地取材，用的是不下散大下散腳下改材料那類做，所以你非常係冇強。其實你基本唔是講討論到動到做啲青瓷茶碗嘅技術，因為技術。我們不是要上技術課程，講到大家分享就是了解洗，按樣改洗，按樣改玩，類似線上就地取材，好散腳下改奶，那類使用，走出按樣改藝術作品。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的層次的升華啦，對我來講啦。可是老師講茶碗，反正容器，怎麼辦？很想用這個裝茶盒，有人要種茶，你講大家，你茶中誰不也從嗎？如果用這個多麼的豪邁，很豪邁，因為我昨天種掛子哦。很豪邁，老師，這個好棒，這是青瓷茶碗。其實線上，做到按都改灰咯，按都改藝術品，佢有一種用一隻技術，呢技術叫做蘇打柴燒吼。因為廣告改世界劉洋之前有問線上，什麼叫蘇打柴燒？線上講，你這該蘇打粉嘛？我說哈，蘇打粉，所以不松改有意思，就推班是上家提供，用按用改技術從嘛3個地方聽聽。好，不松改有意思，要動豆改故事，想大家聊下，你馬上，你等下再來講。今屆裏邊係啲類似花蓮鳳林嘅藝術家，個先生講莫講佢係藝術家，係藝術家。廣告界世界先生講係講呢類度花蓮係冇下聊哦，我一定聽說用安用嘅容器泡茶不你寫，還泡咖啡。老師你說的哈，大家想象一下，鳳林對你推翻東埔是一隻好山好水嘅地方，你睇到一隻好山好水嘅地方是。那種茶食，令咖啡啊，令茶又可以有這麼好的容器，很明顯動態嘅享受。雖然老師在創作嘅狗倉動豆，我們說快樂是一種精神層次的快樂，這中間一定有動豆嘅辛苦啊，創作嘅狗倉。可是我們就是去，你知道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嘛，我們就是去享受就好了。咁個廣東所以嘅節目。不一樣係嗎？會，我們就組團以親信上吼。講到兩篇你簽團節目有講到蘇打柴燒，現在講啊就蘇打粉，其實倒沒有那麼簡單。老師你簡單讓你分享一下，那是一個怎麼樣的技術好嗎？這邊有啊，這兩篇是有一張，這個就是蘇打柴燒改作品。不過我們就借由這個作品來分享一下蘇打柴燒的技法好嗎？我樣簡單講啦哈，你平常。普通的窯哈，按個地圖呢是不用動到個陶瓷呢，你不用個些燒個時候，你一般來講，你來講你會上釉藥，白色的釉藥、黃色的釉藥、藍色的釉藥，上好咧以後呢，你若不用到個窯底部拍電，燒到高溫1200多度的時候，那個釉藥溶解了。熔的時候，它粘在表面上。什麼粘在表面上？釉藥今天去光光亮亮的、滑滑的、有顏色的。對，你講釉藥。你愛燒的窯呢？可能有一些我會放有釉藥的胚體落去，但是呢，大部分表面上呢，冇上釉藥嘅灰嘅本上是摸啊，全部是那樣的蛋上誒，跟轉那樣的色。我明白信上的意思，就是說你放到那個窯裡面烤的時候，它沒有上那些釉藥，對，它就是一個最原始、最粘實嘅，所以它有可能就是那種土灰的一個顏色，像磚頭色。啊，佢燒到去切200人土嘅時候，我做個糯貝咧，我會用個蘇打，下條人講嘅小蘇打。個小蘇打化學是那個碳酸氫鈉，那個鈉呢，跟碳酸氫鈉到火裡面去燒的時候，會產生二氧化碳跟二氧化鈉結合，跟二氧化碳就跑掉了。跟鈉二氧化鈉是不是繞泥土哈？泥土我們講胚體的蛋白細
跟它的铝跟这些才会产生变化了，变成细酸钠，基础为光亮亮的。它即便没有上釉料，它也会光亮亮。光亮亮，可是会有不同的颜色，你想跟它。好，我懂。线上你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上釉料，它上刚才那一连串的化学名词，产生改发后变发后后，抬杠为启动。你看它这个看起来还是光亮的，对不对？你看这边还是光亮的，可是呢，你看它很特别。我转一下不用镜片有款哦，老师，你看它一个杯子竟然会有，你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然后有这个颜色，然后这个颜色。非常的特别，它是自然形成的，丑吗？这就是你所谓的苏打柴烧改方式，丑吗？哦，那老师我要延伸一下哈，很特别哦，动体片哦，大家看一下两片，这个你看这个纹路非常的凸起，这也是你的巧思，丑吗？你是安样啦吼，你下背，你盘布，你搭配吼，爱做飞个芒烧个时候，爱是那刀的落去切，落去砍。拿刀子，那刀落去切成这个花纹。本身其实拉胚做的是圆贵奇的东西的，爱是来粘几只孔的，吼，几只孔的，被拉落去，两边用刀的来去削啊落去，吼，样做嘛个呢？就爱是上工点，不也用板。没有把手，那原本都拿我拿就两只姜，那就好拿。比较好拿，好拿。你下背那边的姜来讲实在嘛，有一种触感哦。是。你讲，我们人呢是有五感的哈。是五感。五感里面其实最弱的，一点弱的是触感。触觉神经是我们年纪越大，越来越弱化。因为刚出生的时候，五感是最强的。那最厉害。小朋友的触觉是最厉害，他眼睛看不到。对。眼睛看不到的时候，他的触觉最厉害。可是眼睛打开来以后，眼睛我们原本的五感随着年纪的增长，你感五感越来越削弱，只剩下触感。所以老师做的很激烈，有吗？很激烈的触感。我懂对吗？我这样解释可以吧？虽然比较粗糙，我的解释很粗糙，我们意思是安用意。是那时候不应去抓起这个部分，拿起这个部分之后，你看数哈，心进到两腰哈，绕去接触哦，你的触感的再生，触感的恢复，懂，可以加深你触感的那种的机能啊，那样讲啦。其实你要懂，这是一种我自己的想象。另外一个就是说，那看你嘛，可能我是想，那大发电动都给散了吼，咱讲公路啦吼，给塑化公路咧，推边的，推重的，动都给散边。我是看牙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呦，我是做散边用的吼，给做散边没爱做的，给供应技术工人在工作吼，含就给太自然的给力量，风、水、体痛等等吼，推风，你也会。造成自然的景观那你要是想讲，那这干嘛来去跟他模仿他也好，然后或者说去想象他也好，我还是来走着按样的不一样。所以金木一堂，你改刘德少先生来讲，比较像听故事，好听老师创作的一个故事。简单来讲，就是一个苏打技法，那颜色可以那么漂亮，然后增加人的五感跟触觉这东西又是来自于大自然所形成的这种山壁的样子，对不对？好想要掌声鼓励一下老师。更多聊片这太多有趣的东西，我觉得。我先少改，我几个有兴趣的东西基本线上带到俺都改作品类。我看到一个东西，我自己很有兴趣，就是这个是咖碧，对不对？如果台咖又喝咖碧改名，台咖什么地？这个是一个滤壶，我们上面会放一个滤纸，对不对？然后不用咖碧粉，然后因为滚水，所以它就可以自己泡一个有山的味道，善改美水改单品。走在另什么？如果我可能改提供黑马改来，就是这个杯子很特别。其实 Noble 卖冻豆，有很多不同的滤壶，可这个是老师，你这里面有纹路，你是因为艺术家还是因为叛逆？为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台大可能没发现，这是我自己发现的。老师，你这是一颗爱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是一颗爱心？你知道爱心干嘛？就是这个，你这里有这是你故意的吗？我爱讲啦
也不是叛逆啦，其实是老师我开玩笑，自己呢向自己的玩一下调皮啦哈。我应该这样啊，我其实是很调皮的人呐。从小我应该是比较倾向这个样子哈。无规矩的人啦哈，无规矩的声音的样讲啦哈，喜欢调皮捣蛋。你看那杯嘅咖啡滤杯，因为工厂做的，所以呢，它的样子每一个都一样，除了釉的颜色不一样，然后里面的纹路每一家出的几乎都一样。为什么？工业生产，工业生产呢，佢爱一张木诶，做千张万张一张算一佛。这跟我们做那个成衣一样啊，就一件衣服做10000件呐，每件都长一样啊，冇错。所以我这家来做料开始哈，有一点克服的客制化，每个都不一样，独一无二。为什么做这个滤杯？滤杯可以滤出来咖啡的道理原因，我们掌握了。所以讲，咖啡水倒落去啊，除非经过滤纸会渗出来个时候，除非倒那杯陶瓷接触要有凹凸的沟，它才会让它往下流。如果你没有刻那个沟，你冇做个结尾哈，个水呢，咖啡水唔会流下来。我知道你做了钩子，而且我刚才不讲太有孔开时间，我还特别标示了爱心。那有看到爱心吗？开始看到好是像讲，哎呀，多了一张，中间呢，所以呢，上面马开始来做马开爱心。然后他又顺着那个水纹路流下去。简单来讲，这是老师的艺术创作啦，就是说每个都独一无二。然后这个纹路是经过研究之后，只是咖啡整个滤下去，它会顺着这个路径，然后最重要是有自己的情感跟灵魂在里面呐。我哪一个港沟很安用啊？我自己的解读。我一边做一边想象的东西哈。老师的脸做个时候，你就会懂翻译啦，轻翻译，心情轻厚，让水流下来哦，跟咖啡哦，哇，跟懂我哇，好棒哦！是会想象，做个时是会很愉快。真的，乔斯克隆尼算什么？总这样讲啊，对不起，离题，因为他有那个咖啡的广告，你看你啊。告诉我聊到咖啡杯，我觉得这个杯子好看，我自己觉得就是金闪闪的，很金闪闪的。因为说实在，对这种东西的喜欢，然后真的是很个人的事情。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很棒。然后你这样子过滤之后，每天你看在花莲的好山好水，你就可以喝一杯咖啡这样。好，那这个杯子也好漂亮，很古朴哦，但是事实上它颜色又好美，这样，丑吗？别扎不一样哦，又有故事了是吗？欣赏。哇，工作室哈，我们的工作室有20年，所以呢，我是想用20年的做一张，较有20年意义的东西。所以你要在女性烟的一个纪念哈。可以做得一样讲，做得一样讲，那迄种头先讲的哈，你复卡个后杯300个奶哈，拿起来呢是来去过滤个装杯枪咧，落个。烧过的火灰呢，加落去，然后个奶粉加落去，去烧出来一样的事。哇，所以一样，不只是但讲也就地取材啦，还有该烧改废嘛，错吗？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每个作品都可以好好的分享，因为它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哈。其实根本其实又东西有在小改，比如像竹炭啊、美黑哈，严重还有像这个。藤把的这个壶，好，大家先聊下，练下才得好好的小改，还有其他嘛改作品。基本的本大家咧認識你留在手欣賞嘅作品吼，你上堂節目講到東東，我們嘅杯個啊、咖啡、嘅咖啡、嘅濾壺，其實東西可能從了解這個藤的這個手把是欣賞起家走的，對不對？好，你的意思就是嘛，你嘛嘅東西都起家走東在作品做咧手改，不過聊堂節目你會手改在好特別嘅東西叫做竹炭杯、竹炭。不一樣欣賞，我這樣簡單說可以哈。有什麼特別的呢？就嘛個特別嘅呢？因為它是高溫去燒機，所以呢，在介紹竹炭杯之前，先來看一個實驗，好不好？欣賞是很可愛，動等一下。好，你看，你看，就一個小燈泡，這是竹炭杯哦。有個電池哦，那個電話落去，現場會亮。叫佢觸電。好，老師你再放開啊！哎呀，再一次，好
好上物理课、实验课哦，化学课。好好，你要警明嘛，改老师，这证明什么？证明那个杯子，是没有杂质，错吗？错，你做的吼，善当初下来做的，这是善当改竹子做的，杯灶的些，我哋在记下来，用到这地图烧，因为呢做的这很有趣耶，老师，竹子不是烧了就烧完了吗 ？OK， 我当好，你讲，你要做的吼，你下辈。有一只尖，什么哈？对，所以你的祖先哦，像甘蔗有嘛？动作是提供哦，你要做工哦，再剪一半落去哦，切一半落来，它是变一只做杯的水杯。但是那个做杯的哦，你那都用某结球哦，佢可能会坏掉，可能会散骨。你那讲也做的那个烧到做弹落去哈，其实竹子的有机物变成无机物，用办讲呢，它有里面。最主要化学来讲叫做碳，它有氢，它有氧 ，CHO。那受体的氢跟氧跟部分的碳跑掉了以后，最主要留下来的碳，也是做的是留下来的形，就是用碳的结构去做出来的杯的。而且它杯的呢，你拿来装水，你拿来装酒，做得，拿来啉酒冻好用。用咧讲咧，佢样度掠因为状况来讲，佢唔会个发霉咧，唔会生菇咧。当然啦，你来跌下佢咪跌得啦，你也卡死伊，那个那等。还有动升起也是讲，伊头先讲的时候，用个变做会导电吼。就是讲，你要做嘅要烧到1200度，跟1200度哦，有机物几乎通通烧脱的。变得很干净，无杂质，没有杂质了，所以就会导电。哇，就是像一个很纯的碳跟石墨可以哦。我觉得简单来讲，就是本来是一个竹子，然后竹子因为进口性上的烧就是技术，高温，所以它就变成一个碳的本质。对，变成碳的本质狗以后，它就是竹炭杯嘛，然后它就可以保存。就不会有你讲的问题啊，种差然后种酒然后，可是我要帮信上补充的事情是，它不可以装热的。等一下，但是现在这是2.0，所以可以。哈哈，老师是不是？你刚刚那个是不是？现在可以，但是因为经过老师的研发，原来它是2.0，所以现在你知道它现在是可以装热的。哇，老师你这是宇宙无敌，只有你一个人做是吗？梁哈？没有。不是。是做哈，对，可以把它烧成竹炭的杯子，不会漏哈，不会漏，它总会挨点做得少点点啊。对，没推翻啦，可能全世界啦。我刚不是说宇宙安地啊，全世界啦，全世界是不是？哇，好棒哦！所以俩是特别基本少改本用性朋友地改竹炭杯，对不对？好。还有非常多冻豆改冻细虫，等下也是老师这也是对不对？那该以哪列都黑，然后附中改酱。你做的用来做布耶，对竹炭的哈。对，你拿来做装饰啊哈，很漂亮哈。因为你条件讲诶，个竹炭烧到按过分哈。冻墙里冻火，还叫用搞冻火，其实它的远红外线也这东西哦。动腔动火，你表了空间地图，去自然的散发，模式你要去互动，自己跟它去感应，你只会慢慢的，你就会感受到远红外线那个温热的感受。那这个也可以吗？这个也有。所以如果你是这样放着，老师这是一个无感的训练吧？也可以这么讲。对啊，这是激发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原始的本能。昨天讲，或许你嘛昨天讲，感受一下有没有热热的。你回到身体呼吸更慢的时候，你的手掌就可能就会慢慢的去感受到，不要用力，手轻轻的这样放着。感觉上很适合在花莲读发莲令差的时间，好像有热热的哦。我刚很认真，我没有在开玩笑。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老师太有趣了，因为台大熊孔老师26岁，28岁，他就从事这个工作，一直到现在，在花莲出生，现在在花莲持续安永感艺术改崇州，这样的精神真的非常令人感佩。
不过现在还有动作嘅作品做得咧小改，不过老师你讲你上你嘅节目，你都希望讲做啲问你到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啲问题让你嘅艺术创作都没有关系，没关系就可以了解老师不同的面向。老师，你准备好吗？好，提一提，老师啊，老师你会做饭吗？会煮饭吗？有啊。哦，你最拿手的料理係乜嘅？我古種盡愛哦。做咩上條橋？快問快答。我是當會做乜嘅係啊？你做乜嘅菜？我當會做乜嘅菜哦？當會哦，很厲害的哦。啊，牛排啦。嘿。翻用呢類屋卡，誒。牛排。燒一盤香魚。你會煮牛排，煎牛排。沙西米嘛，說對啦。哇哦！完全不知道，我以為老師會講出嘛個煮蔥炒薑絲，嘛個客家炒牛個菜，溫控牛溫竹筍，時溫時炒，可能對客家菜都了解。結果是牛排。跟是講，跟當然有啊。哦，老師誇下海口說那個一定會，是不是？好啊，改天哇，好棒哦！先吃完信上來牛排過後，再用這個濾壺煮一杯咖啡。冇問題。老師，你家應該有豆子吧？啊有。還有家中，我隔壁還有，隔壁嘛有。隔壁鄰居叫哪？好，還有哦，你總愛應該作品地圖在創作個狗昌地圖，你最不能容忍什麼事情？我想過呢，我最不能容忍，被打擾啊，或是說作品被弄壞啊，什麼？被打擾的機會已經很多，也習慣了。哦，作品弄壞了，自己弄壞了，拼音那個不小心撞到，那麼你球嘞啦哈，按球啊，不知道碰過多少次，其實也很平常的啦。所以你看哦，你母性上的問題，基本上他沒有什麼不能容忍，但真的很厲害。平常心啊，平常心哈。好，老師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的問題有時候很無厘頭。如果是你性上優改創作者，如果有一天你要被放在無人島，冇人改島地圖是走在帶上種東西，因為帶嘛改上種東西，是上到窮島。對，不是熊甜豆，該細的一定會啊。我就知道你會講細嘅，上面有水果可以摘啦。好啦，我咯跟冇同樣啊，個水果就水果， OK， 還有細的一定會帶啊。細嘅，哎呀，該做啲用嘅東西咧吼，自己的東西，你會想要帶這些東西去做嘛？就是原料，然後原料那邊無人島圖那邊做，五地就佛做啲燒鵝，喂帶賴大魚麼？所以開玩笑。對，你看這很有趣哈。好，線上帶發鏈嘛，你做啲推薦發鏈上家一起到景點，本台家來地。台十一線海邊。台十一線海邊。它靠太平洋，乃位是這樣。太平洋。乃位是這樣。哇哦。你若或是到上地圖，中央山脈橫貫公路的地圖，有很多小步道，就像講的錐麓古道，沙卡當步道，動到因為上地圖的所在。自然風光。好，如果可以到發鏈，老師講太平洋什麼，我是可以建議台尬趙鑫橫越世界，穿雙這個慢跑鞋，沿着太平洋慢跑。浪漫吧，哈，哇，好，所以大哥，你覺得可以用乜嘅顏色、乜嘅色嚟代表你自己？我記得我最喜歡的顏色還是就是大自然的，遠遠看過去的山的顏色。哦，顏最能代表你自己，哇，好棒哈，哇，最美哦，最美。好，老師，你有沒有什麼座右銘？我呢，吃點就好，吃點就好，自然就好，對不對？外婆說的，外婆家婆說的，家婆講的。哇哦，設計師很高的境界呢。設計師從條湯度，佢當然講法，其實講，寶貝叫做哎呀，吃單時候吃點就好，吃單時候嘞，吃點就好，意思就是你就是順着那個東西，你是順的記憶，你請的時候嘞，你很盡力了，對不對？你懂達標的，然後你走在創作狗昌走，弄眼光比較好燃地，出來東西你就吃單時候嘞，是這樣對不對？冇咁錯，
其实还有一些问题啦，不过时间的关系，比如讲什么最固执的点，你最在意的点，我想这个哇，老师应该可以帮我们上一堂哲学的课程。老师，你想讲嘿，是30秒、30秒，你最固执的点？我最固执的点，25秒，老师。不该听话的人，就是让我永远不要听话。很棒，很棒！你看，还是走线上走在看到艺术家嘅性格。老师，因为非常感谢你来这边，然后大家都分享你嘅人生故事，哈，你的人生哲理，哈，希望下摆有机会就多绕墙线上来到这边，小你很好多嘅作品，你做一谈很好多嘅故事，好，所以你发连结，做得吗？做得，发扬你，发扬。啊，天天好在绕墙，你所有嘅乡亲朋友更好在走人堂了。好看福喜类类节目嘅乡亲朋友，我记得去到你嘅面书咧听站哦，还有听日客家电视嘅 YouTube 频道，也记得留两句影片分享出去哦。